大家好啊！三國志戰略版5週年第3日啦，應該第3日凌晨啊，咁就實抽啦，又有實抽啦，第3日，同埋呢個夠啦，儲夠啦，可以睇下呢個入邊啊，想要張超。大家估我唔到咧，張超啊，千祈唔好要粗流俾嗰啲啊，千祈唔好出嚟啊！立 fat 啊，我要呢隻張超咋，千祈唔好嚟呢啲啊，唔好嚟呢啲啊 ，OK？ 即刻就睇下我做先，關文祥在此。小關啊，滿晒啦，不想要小關啊！鋪下先，求其啦，又翻入去啦。好，跟住第2部分咧就係實抽啦，又有50抽，唔係10抽啊，係啦，10抽，試下先，睇今日有冇驚喜先啊！驚喜小朋友。第3抽，第4抽，第5抽，哇！驚喜快啲嚟，驚喜啊大佬！第6抽啊，仲會有驚喜喎！第7抽，第8抽。第9抽，敵軍迅速，一擊皆斬。呂布啊，核嚟喎，呂布應該大鑊啦！嚟多隻，呂布啊，核嘥咗個核啊，大佬！咁點算啊？點算啊？大家覺得？有冇嘢好抽？應唔應該抽添啊？我一日時間抽呢啲。追唔追？有冇人追？一齊追啊！